聖經經卷作者簡介：大衛係以色列歷史上最著名嘅君王之一，亦係聖經詩篇中最主要嘅作者。佢嘅生平充滿傳奇色彩，從牧童到勇士，從逃亡者到君王。佢嘅一生不僅塑造咗以色列民族嘅歷史，亦透過佢嘅詩歌同信仰，對後世產生深遠嘅影響。大衛出生喺伯利恆嘅一個普通家庭，年少時以牧羊為生。聖經記載佢雖然係家中最細嘅兒子，卻因着對神嘅虔誠同勇敢嘅心志，神通過先知撒母耳膏立佢為以色列未來嘅王。大衛早年因擊敗非利士巨人哥利亞而聞名，展現出非凡嘅勇氣同對神嘅信靠。然而佢嘅崛起引起當時掃羅王嘅嫉妒，迫使大衛開始長年嘅逃亡生涯。喺呢段艱難嘅歲月中，大衛寫咗好多詩篇，表達佢對神嘅倚靠，對敵人嘅寬容，以及對公義嘅渴望。大衛最終成為以色列嘅王，並將耶路撒冷定為國家嘅政治同宗教中心。佢係一位傑出嘅軍事領袖，成功統一以色列各支派，並擴張國土。然而佢嘅統治並非毫無瑕疵，聖經亦記載佢同拔示巴嘅犯罪，以及隨之而嚟嘅家庭悲劇。大衛嘅偉大之處在於佢真誠悔改嘅心，喺詩篇51篇中深切懺悔，展現出對神赦免嘅渴求。呢個亦成為後世信徒認罪悔改嘅典範。作為詩篇嘅主要作者，大衛嘅貢獻不僅在於政治同軍事，更在於佢對信仰嘅深刻表達。大衛被譽為以色列嘅美歌者，喺詩篇中有73篇被歸於大衛。呢啲詩篇涵蓋咗讚美、懺悔、求助等多種主題，反映佢豐富嘅人生經歷同對神深厚嘅情感。呢啲詩歌不僅成為猶太教同基督教崇拜嘅重要部分，亦影響無數信徒嘅靈性生命。大衛不僅擅長作詩，仲精通音樂，能彈奏樂器，並創作樂曲。喺佢在位期間，重視宗教儀式，組織利未人建立敬拜制度，制定聖殿音樂崇拜嘅各種條例，推動以色列敬虔文化嘅發展。大衛被稱為合神心意嘅人，並非因為佢完美無缺，而係因為佢始終以謙卑同信靠回應神，使到佢嘅生平同作品至今仍具有重要嘅屬靈意義。